昨昏正罕见，中共发动2届联合战备警巡，出动59架军机、9架军舰，甲台湾是规个围起来。但是国军也出动这军机、军舰的应对，也随发布这强军的画面。针对着这中国的外交部讲，因是伫咧台海军演，咱的国防部长郭立雄今仔就表示，国军所掌握到的就是联合战备警巡，双方的讲法是无共款的。那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4年期国防总检讨也出来了，国防部也指出讲，这台海作战形态出现6大转变，另外台美军事交流的合作内容也有明显增加。海军总爷军舰官兵提前去行监控中共贵陵舰双方形成对立的局面。另外一边，岛江舰负责跟踪温州舰，电单军舰嘛跟踪泰安舰。海军捍卫海峡，无要互中共的军舰亲门大户。台海情势紧张，中共17罕见的一天展开2届联合战备警巡，出动真侪军机拦扰台。国防部发布查到59台强机，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、中部、西南甲东部空隙43台，国家强舰9架，2粒空飘气球，形成4面宽台。国军严于应处，嘛主动发布 F-12V 监控中共的攻击无人机、P-34反舰机监控无人机的相片。中国外交部讲是强军伫台海军演，批评美国伫煽动台独。联合战备军巡，历来大概就是1个礼拜差不多就会举行一次嘛。昨天比较特殊，只是说在上午举行一次之后呢，不过他的军舰其实抵近20海里没有离开，然后之后下午他们的这个空军有在进门这样。郭立雄谴责中共是台海麻烦制造者，国军掌握强军的军事行动是联合战备警巡，两方讲法无同。两岸需要坐下来谈，那怎么样能够谈？这个我觉得考验赖清德政府。3、4月本来就是中国军演的一个高峰哦，就跟他们8、9月喜欢做这些事情一样哦。中国呢，永远都一定会找一个理由，然后说这是他要做军演的目的。国军强化建军备战，应对中共威胁。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4年期国防总检讨嘛公布，提起台海作战形态出现6大转变，包括环台战略已经时间缩减，战场透明度提高等。国军作战的整备方向走向岛屿机制论性防卫，也是外界关心的台美军事交流。有独立的一篇内容嘛比较早较济。特别是非常期待经由各位贵宾的协助，后续台湾跟欧洲的关系能够持续加强，共同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。赖总统18接见玉山论坛的贵宾，强调台湾会继续甲国际友谊做伙努力，对抗极权主义的扩张。希望台湾甲欧洲的关系会当持续加强，共同负责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